的彩绘和灯光组合，加上音乐变化，所以总是吸引未少游客来到这，而且会伫这翕相做纪念。这是高雄坐稳美丽岛站的光之穹顶，用4年外的时间是意大利艺术家水仙大师设计，伊的水即马嘛好国外看到。得到杂志 GEO 评选世界上上美丽的10个地铁站，第1名是意大利那不勒斯的托莱多站，第2名巴黎艺术和工艺站，第3名瑞典斯德哥尔摩索尔纳站。台湾高雄的美丽岛站是第6名，而且嘛伫内底小盖大型玻璃造成艺术的光之穹顶，是用4500片玻璃窗做起来的。觉得这边做的还蛮漂亮，应该是可以实至名归吧。蛮惊人的，就因为它色彩很丰富，也蛮鲜艳的，对，所以进来就是会有一种就是跟其他车站差蛮多的感觉。车站呢都让高雄捷运呢在国际争光，那同时呢也把台湾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名称给推出全世界，打到国际。高雄的美丽岛站，那台湾人看得到，即马嘛登上国外版面，相信等疫情过了后，会有未少国外旅客亲身来到这欣赏。